2500多人排北到挂急诊，我9成拢是陆路病毒引起的。过年过恐惊还佫有一波疫情。内角野村4季拢咧排队，高雄基镇坐船的游客5天就超过20万人。家己火鸡肉饭排队排到交通有开。各地好天烧路，合欢山上西楼透早有落雨势，不少人赶上山脚等看势，警方启动交通管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0公司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正测试连假已经第7天啊，各地好天烧路，早暗犹原是较凉冷。合欢山上西楼今日透早有落雨势，不少人赶上山要等看势。警方启动交通管制。原来是高速公路方面，因为不少人提早就北，可能是塞到半暝2点。山区未帮忙，合欢山上西楼伫透早落雨势，游客上山足势，警方启动交通疏导，实施挂西人通行的措施，搁看现场情形，启动调整。管制路段务必加挂雪链，并请配合警方交通管制，以确保行车安全，避免受罚。另外，苏花公路上巴中这路段透早有大量车流，假期就要结束，不少游客提早上巴。收工在准备开工了，明天就要开工嘛，对不对？开工啊，预估到台北的时间会是多久？可能要4个小时哦。各国都也伫早起出现上北车潮。重点塞车路段亲像国际上北、在地保险系统、南屯后里、国五上北的宜兰到平南，拢可能塞到透早。伫个初五也可能有一波上北车流。国道5号上北下尾早起9点塞到半暝啊。是明天要北返的民众，如果是南部地区的朋友，建议早上9点前出发；中部地区的朋友建议中午12点前出发。国道5号的部分会建议用路朋友在北返的话，要早上9点前出发。天气部分水汽通过大台北甲东半部地区透早落刮雨，一直到下礼拜2，各地气温拢会豆豆回转来。到1月南部地区日时高温特别30度。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2，都是基本上各地的气温温差早晚都比较凉，日夜温差会比较大。那基本上这个可能会达到10度以上的温差。气象署提醒，温度回转来就月伫中部以北甲金马地区有局部低温或者是大风的情形。就假日，旅客爱注意航班顶交通资讯。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时啊，大鱼大肉歹消化，加上陆路病毒，这台北岛看急诊的人真多。统计初3到2500多人，其中我9成拢是陆路病毒引起的。连假南来北往过年过恐惊也有一波疫情，医生就提醒讲是爱接洗手，若是身躯边有人去吊病有吐去抹着你的衫，建议是爱用烧水来洗过，搁甲烘互它。新疆期间总统赖清德在行春祈福的时阵，边仔公庙的处理因为挖着陆路病毒直直咧呕吐，疾管署监测建议期间台北岛有将近9成是挖着陆路病毒。医生讲，陆路病毒唔惊酒精。唔若用湿文洗手，嘛要注意抹掉的衫裤。受到那些呕吐物或排泄物和污染的这些衣物那要清洁的话，如果只是那种喷洒的次氯酸水或漂白水，绝对是不够的。医生讲，陆路病毒是非唾沫病毒，上惊抹掉衫裤，差不多洗衫机洗长脱水，病毒留伫洗衫机内做，挖甲规处经，建议甲抹掉的衫裤分开，用60度的烧水洗长，搁用高温烘互干。疾管署监测疫情，初3类流感急诊3000多人，比前一天减20.7%，早八急诊过2500多人，有较减过，有计开工了，可能会有一波疫情。国内南来北往我们亲朋好友都会有群聚，群聚之后，通常是1周之内。如果说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话，赶快就医。说吃过什么呢？去过哪些地方呢？在哪个时间点呢？接触过什么动物啦？这些都要告诉医生。这个是有关境外移入传染病的部分的预防。疾管署提醒讲，若是过年的时阵出国旅行，2礼拜内底有无爽快的镜头，爱赶紧去看医生公开旅游史。有计呼吸道的镜头甲走北的疫情，伫开工了拢会可能搁再增加。民众也是要保持接洗手甲戴嘴掩的习惯，才袂伫占卜期喂互边仔的人。记者综合报道。会库即阵长欠货，台中关会中心的5型货的量是存无到1天。
鼓励大家若是身体状况 OK， 就会当去关会做爱心。工作人员无行准备要互医疗医所的会地啊、会库架啊，已经是空。春节台中关会中心会库是拢无会，这次关会民众也无几个，库存是真紧张。平常的话就有捐血的习惯，因为说我大概是从大学开始就一路一直在捐，就是都有固定捐血这样子。这一次又刚好过年前就一直。就是各大捐血中心都一直在缺血，然后这20-30年来捐血小板第一次排在年假来捐血。台湾血液基金会统计，目前全台各关会中心血液库存量平均干的3.8天，比7天的安全库存量较低。其中台中关会中心上严重，O型血干的0.9天，A型1.1天，是这几年春节库存上低一摆。台中关会中心评估，甲民众89天长假吹佚佗，甲最近气温变化大、感冒的人较侪有关系。我们希望的安全库存量是在7天，那我们到中午出完库的话，都就是供给医院的话，我们目前剩余的量只剩下0.9天，所以0.9天的话，以O型来讲，我们大概剩不到500的量。高雄、台北、新竹都有支援我们台中。目前关会中心已经启动调拨机制，甲19为止为台北、新竹、高雄支援490地会，因为O型会各中心库存拢较低，目前敢支援台中40地。台湾血液基金会呼吁民众春节期间赶紧来关会守护医疗量能，也互更较侪病人平安过年。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印尼签贸易协定，印尼的出口关税降到19%。美国总统 Trump 这一冬来出关税这招，就是希望会当解决贸易逆差。不过，根据因官方的统计，逆差毋但是无降低，佫达到有史以来上界悬的。其中对台湾的贸易逆差嘛破纪录，达到1468亿的美金，是前一年的1倍。顶时代签署的贸易协定，美国决定印尼得到19%的关税税率。不过，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大刀好亲像无看到成效，因为根据美国商务部上新的数据，美国2025年的商品进口总额永远比出口总额较悬，商品贸易逆差1.24兆美金，创历史新高，比2014年增加255亿美金，增加2.1%。它真正实施的时间是在9月，在豁免期的3-4个月当中啊，美国呢，它的这些进口商，他们即使是积极的在抢货。美国对墨西哥、越南、台湾的逆差也创纪录。美国对台的贸易逆差1468亿美金，比2014年737亿美金增加1倍，和台湾加入美国第4大逆差来源国。专家分析，主要是 AI 一调之下，美国对台湾出口的电子设备、零组件和半导体需求加强。我们台湾的出口，事实上是从去年5月就开始不断在创新高，一直持续到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1月份，我们的这个出口也是超过600亿美元。最主要就是 AI 的晶片啊 ，AI 的伺服器等等。那会不会把贸易逆差再当成一个议题，要由各国去改善？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也要落实去年你们所有国家对我的投资采购、开放市场的承诺。根据去年贸易数字，我有没有下一步的行动？专家认为，台湾应透过落实台美关税协定，等现降低台美贸易逆差的决心。那未来台湾伫半导体产能部分输到美国，逆差竞争也希望伫2-3年了后大大减少。记者综合报道。红社美国为着避免 Trump 访问中国受影响，是家一笔要卖台湾的武器起条例。除了爱国者飞弹，一款会当处理搁较侪战场资讯，甲民国共享情报的另一个意义，敢会去受到影响，引起关注。台中大家镇南乡政治案抽出中上国文签，该签是拨乱反正，应做共识。行政院长杜兴泰提出愿望。我希望台湾不要乱，就不用播。新的一年，大家往好的方向想，往好的方向做，我们也会往好的方向走。愿望新年新气象，也包含朝野关系，尤其国防特别预算议员伫立法院敲条例，即马阁传出美方一波对台军售，因为传习会煞停落来。不过清单内底除了有爱国者3型飞弹，深受领克自治数据链系统也引起外界讨论。
亲像军会上官方同会讲的军机军舰地面地位，连上联络了后，因互相加做比赛目睭，结果共同作战途上，国军用真久的零克16幸福开和地形阻挡，又不用研发零克22效能更较强，因处理更较侪战场资讯，甚至应该民国共享重要进驻。Link 22是西方民主国家目前最先进的战术通讯链系统，它的优点包括可以超视距通讯，然后它的频宽也高于旧有的，同时也可以发挥更好的这个 ECCM， 也就是反电子干扰的效果。他且指出，那台湾应得到Link 22等建立功能更加强大的连线指挥系统，有机会整合换上 IDF 战机等非美系武器，在政治层面，搁暗藏美方将咱看作非北约盟友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中东局势紧张，美国总统 Trump 是经过伊朗15天内，就要甲美国达成核武器的协议，若无是无摆渡的发动攻击。目前这美军一个中东的军事部署是20天来规模上介大的，风声讲美国是有可能会先发动一届攻击，逼伊朗来签协议。美国总统川普伫19点华盛顿举行的和平委员会头届会议，搁再一摆对伊朗发出严正的警告，要求要赶紧达成协议，若无则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動。We have to make a meaningful deal. Otherwise, bad things happen. So now we may have to take it a step further, or we may not. Maybe we're going to make a deal. You're going to be finding out over the next probably 10 days. 当时阵，美军当咧向中东进行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上大规模的军事部署，8点钟来调动超过50台战机，飞向欧洲甲中东四围，含已经伫当地林肯号航空母舰。还有要驶向当地海域的福田号航空母舰，另外还有13只驱逐舰野外的军力，正做川普所讲的无敌舰队。相关人士表示讲，川普当咧暗算最近要对伊朗发动一届有限规模的初步攻击，目标是上准少数的军事也是政府设施，毋是全面的战争。要来强迫伊朗接受美国所提出的全面恢复拆掉弹道飞弹等要求。It's going to be unfortunate for them. I would think that would be enough time, 10, 15 days, pretty much maximum. 分析指出讲，伊朗无可能全部接受美国的条件。德黑兰当局嘛强硬回应讲，任何美国的军事攻击，拢会遭受决定性的反击。伊朗最近展开实弹军演，搁伫阿曼湾和罗西亚举行联合海上演习，展现封锁霍姆兹海峡海上航道，甲攻击区内美军基地的能力。战争的危机愈来愈紧张，全球的股市受到影响拢落差。东港美国主要指数收价，各价油价爬升到几若个月的高点。公视新闻施惠中编译。连假侪人出门行村，高雄的基点对29未够单，坐船的游客已经超过20万人，是不时就排队超过100公尺。也那家己出名的鸡花鸡肉饭是排队排到长乐乐，这排队的人阵煞是甲停车格仔占掉咧，摇车违规停伫咧红线，问题真多。人排到看无尾流，拢是要坐渡轮到高雄基点的游客，民众这袂条翕落来发到网络分享。啊，毋过若暂时靠码头边甲长乐乐基点这边2早要坐船，等于市区游客也排将近100公尺长，好加在船帮未少，平均10分钟应坐上船。蛮顺的，对，会希望再加船班吗？哦，如果可以的话，应该会比对这速度排的速度会更快一点。差不多3-5分钟而已，不会很久了。老街美食物件五花十色，真济搭头前拢排甲长乐乐，基点的人也满满。高雄船公司初估为过年尾到初四，这船进出已经超过20万。过年的疏运呢，我们鼓山跟旗津这里总共会开出，加起来总共是6艘船，原本固定的话是5艘嘛，所以我们其实都有加开。大安库到旗津这个航线，我们是每半个小时一班。那鼓山到旗津这里呢，我们大概平均是15分到20分就有一班船。这次大家拢出来佚佗，未少观光景点、餐厅人是真多。亲像家己到几啊间有名的花鸡肉饭，不到中昼人就排甲真多，店头家手拢无停过。啊，不过人这也造成部分乱象，有排队人占掉路边的汽车街，也有汽车伫红线违停。可能是临停去隔壁菜市场买东西的，也是会有出现呐，只是就是比较少。这边也都有警察会来，就是巡逻、加强管制之类的。非常惊讶，因为没有想到会排那么多人。
美是人们爱暗哥爱是提醒，路边排队或者是停车食饭，依然爱随交通规则，才被违规食罚单。记者综合报道。抗病的人可能就被台北101或者101搁再冲起来。新正车山的观景台游客人数是超过8800人，是疫情以来上介多。不过，其实台北的10大热门景点，去年台北101则排伫咧第2，第1名是西门町。票买咧，想要上台北101观景台游客，伫流浪头前排甲落长，来到89楼的观景台，人是吵，因为顶个月底，美国家限抗病歌手安尼克斯霍洛迪点半钟完成车手爬上台北101，互真侪国内外游客指名要来遮。中南部的民众嘛要来看101有偌悬。对老一辈的人来讲，他就是前阵子看到 Alex 有攀岩，所以他们就会特别的有感觉。他到楼下就看，往上看就这是要安那北啊，身临其境的感觉不一样。对，这小朋友都会问说，101可不可以上去啊？对，到现在都没有来过，这样有被影响到？没有想要学习它？想，真的哦。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中昼伫面册写讲，前一天初三参观观景台的人是伊整了上新的观点。伊下晡来到观景台分汤仔饼感谢民众，讲过一日破8800人次，比去年过年加1000外人。伊强调讲，伊这届真正是要来遮下票的。我说总经理这个数字，他说对，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数字了，基本上是这个没有了中国客人之后呢，就没有这个数字出现了。他们都是买票上来的，所以呢，我觉得就真的就是谢票。根据观光署去年1月到11月的统计，台北市前10大热门的景点，101是排第2，有1190万人来参观。第1名是西门町，将近101的2倍，超过2361万人。不过今年初伫期限抗病歌手霍洛迪的加持之下，101敢有可能伫今年变作台北市上热门的景点？外界拢在观望。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有愈来愈侪台语 YouTuber， 一个长期住伫美国的台湾人 Lisa， 是对2018年就开始拍影片，用台语分享伊的生活，解说俗间。嘛，甲布袋戏团也有出版社合作，望是有愈来愈侪人介意台语，讲台语。今日来这 Millwoods 国家公园来爬山行路，因遮有徛一个树仔图，互你知影遮个树仔是为西元909年就已经开始成长啊。那爬山那介绍美国的国家公园 ，YouTuber Lisa 嘛甲生活中的台语讲互观众捌，伊嘛分享初1早、初2早、初3困甲饱，都是对台语歌正过调来的。自初1直唱到15，就通知影台湾过年的风俗。初4接神，初5隔开，初6有会，初7七完，初8完全，初9天公西。伫美国定居超过10档，进伫咧美国甲音乐。Lisa 自7、8档前开始拍影片，用台语分享伊伫美国的生活，包括主持解说俗语，嘛甲布袋戏团和出版社合作等等。我就有看到有人咧教日语啊、英语啊、韩语啊，我就是讲台语即块介绍无人咧教，所以我就讲。我就想讲，我自细汉就拢讲台语大汉的，台语应该嘛算是袂歹，我就甲起来做啊。Lisa 嘛分享讲，家己是透过教育部的网络资源，豆豆去学台语书写的。伊嘛强调学习的过程有语言意识，甲坚持的行动力拢真重要。因为你本来就是伫华语的环境大汉的啦，所以你会当讲华语基本上是你的母语，所以你讲出来的话基本上就是华语。你若要讲另外一个语言，你就爱。家己也有一个意识伫遐讲，所以才当坚持讲。除了分享生活，Lisa 嘛有拍影片，用吐槽的方式开破社会大众对台语的迷思。伊希望透过无共形式，甲台语的底底讲互愈侪人了解。记者卢尚珠、谢桂林台北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台湾头一新母新的电气土地公的图案，这是艺术家李玉生上新的创作。伊是想在用台湾的特有种来设计形象。和文化信仰愈有台湾的主体性。今年伊所设计的电气土地公，佮特别结合民风的概念，或者土地公穿草袖正甲，传达守护家乡国土的重要性。望子
地公堂啊开工了后，先伫台北树林的神农宫献艺。这身堂啊模样甲一般唱夜拐啊、圆规青菜土地公无同，这是塑形师李有生电器新种系列的新创作电器土地公，伊结合民风的概念，和土地公穿草袖剪甲，以母亲的形象来呈现，嘛甲这个概念写伫双边的剑大顶头。两边的对联，伊是叫福有带奖共一命，福国好命。后边的那个对联，伊是得招坤道不离奖，国风民风。啊，就是对应着咱最近啊，中国来侵扰咱的，那是天空啊、空域啊，或者是海域，所以国防嘛最重要的。李有生强调，真侪台湾顶头古早毋那是信仰甲表演的功能尔，也透过练功夫来团结守护地方，这也是民风的概念。所以开工的时，伊嘛甲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当作竞品来做伙摆。另外，李有生嘛甲台湾的特有种生物设计伫咧土地公的穿插，代替用过咱定在新名山看到的龙凤这寡传说生物，也互咱的民俗文化愈有台湾主体性。金架头有咱的长尾山羊，长尾山羊是一种真歹的鸟啊，有人要就是有侵略的举动的时阵，它的攻击性就会变甲真悬。姜仔好伊是伫咱台湾即马最高海拔会当看到的哺乳类动物。土地公庙世界拢通看到，土地公嘛是守护家乡上干基层的神明。李有生表示，伊嘛毋望未来这些电器土地公除了出阵头，也通结合民风教育，互大人囡仔拢了解民风的重要性。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台湾的出生率愈来愈低，已经连续57个月，死亡的人数是比出生的较侪。饲囝费用、环境、教育等等，拢去影响生囝意愿。今仔日咱就来看，会当带囡仔斗阵上班，新型的工课场形态。好，去吧。这天是黄思倩上班的日子，甲伊上班的是伊伙伴的囝暖暖。黄思倩的工作单位是较小型的非营利组织，只要提前讨论，互工作单位会当规划人力，除了鼓励员工生囡仔请假，嘛会当互员工伫咧摇囡仔的阶段，会当有正职甲兼职之间的转换。因为生育不会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我都会可以事先预料到嘛，所以说他的工作的分配提前知道，然后也知道说这些日期都可以蛮早的可以定下来。所以说，工作量的安排等等都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所以，除了生囝了后的摇囝假、饲囡仔留职停薪结束了后，黄思倩嘛会当为正职转做是兼职，一礼拜敢若上3天，像是伫咧需要工作的日子内底，会当带暖暖斗阵上班。家里的人好像就有点惊讶，但不是负面的那种惊讶，就是哦，真的可以吗？是那样子的感觉。对，然后有时候在路上捷运电梯里面会有一些长辈会跟我闲聊，说啊你要去哪里啊？我说带他去上班，他们就很讶异说哦，我的老板竟然同意我可以带孩子来上班。但大家基本上对这件事情是保持正面的态度，这样。No， 打桌子 no。伫黄思倩做工课，也是开会时阵，同事拢会拨时间甲注意力照顾暖暖。你看，是不是？是我之前的工作经验却完全没有同事可以带小孩来，但我觉得很有趣。我一开始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可能没有生小孩的机会，但我们有机会参与一个小孩的一个成长历程。需要有一些的设计跟布局，但是这个不难呐，所以说这个事情做好后，我觉得就可以达到这件事情。其实不用几天，我们就会习惯的啦。所以说当软软跑过来烦我们说哦，其实这个可能就让我轻松个几分钟的时间，这也是蛮好的。那爱囡仔，那甲同事讨论工课，目前以兼职的方式复一个黄思倩，按算等暖暖去托儿所了后，就恢复专职的工课。伫暖暖伫咧困的时阵，原地办公室的人会暂时撤离，而且甲光线调较暗咧，恬静的空间，实现工课场斗摇囡仔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26度，中部地区12度到26度，
南部地区15度到28度，东部地区16度到25度，外岛地区11度到24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